Sharon 啊，我 Abraham 啊，咁啊歡迎大家嚟到 IRCC 苦主谷啊嚇！Sharon 今個禮拜第幾集啊？24集啊！我哋都好多問題問喎，喂，咁啊嚟咯嗬，喂，係第一條 Hello 啊，我6月8號收到 medical exam letter 啊，但係7月8號前咧就 time slot 都爆晒，得翻7月8號朝早我都照約咗啊。同時我都留咗電話俾 medical exam 嗰邊等緊佢覆呢個情況，我需要同 IRCC 講翻嘛？唔該啊，通常都通知翻佢啦，通知翻 IRCC 啦。但係咧而家咧你就可以都搏一搏大霧嘅，有陣時佢哋都未必處得切咁多，所以咧你只要 book 就得㗎啦，你只要 book 要通知翻 web form，OK？咁樣咧整好晒，同埋而家咧我會建議大家咧真係咧有陣時唔好再等 medical exam letter 啊嚇。乜都係假，你一攞到 UCI 攞到個 number， 你就即刻快啲同我去 book， 因為咧領事館已經係出咗一啲嘅 reminder， 都叫大家咧早啲做就早啲搞掂。所以你一攞到 UCI 個 number 咧，即係例如你入咗 case 啊嚇，攞到你即刻去 book， 你就唔使等封 medical exam letter 啦。呢個我會提翻大家嘅。Sharon， 好，第二條已經填咗 Open Work Permit 網上表格啦，一直唔知點俾錢，原來俾錢仲難過填 form。喂，其實喺 IRCC 官網咧係有 payment 嘅喎，有 payment gateway 嘅喎，你俾總之用信用卡俾錢得㗎啦。你喺嗰度你撳落去你俾錢。第一件事你要俾嗰個，你最難係俾咩咧？好多時最難咧就係biometric 嗰啲咧，我哋要再讀翻張收據上去啦，咁樣啫。好。美國簽證啊，被拒啊，影響 Open Work Permit 應該如何解釋啊？應該如何解釋出嚟？哇！美國簽證被拒咧，先講講被拒的原因，唔好講 Open Work Permit 先。美國簽證點解會俾人拒絕咧？正常嚟講就係話，佢覺得你份工唔穩定，佢覺得你喺銀行嗰個存折唔夠，呢啲咧已經係即係嗰個嘅存款唔夠，呢個好長期都係一啲我哋常見嘅 issue。咁你只要寫翻晒，你只要照唔該你喺嗰度解釋翻。我諗你可能呢個朋友咧，應該咧佢影響 OWP， 應該如何解釋？佢可能咧有幾樣嘢，可能佢連信都收埋啊，即係嗰啲叫 procedural fairness letter， 即係話點解你無端端俾人拒絕入境，咁你咪解釋翻咯，就話我就係因為1、2、3、4、5、6、7呢幾樣嘢我收唔到，我或者係1、2、3、4、5、6、7我哋唔批。因為佢呢幾樣嘢，政府覺得你睇翻美國簽證嗰陣時被拒絕嘅原因，其實佢應該會話翻俾你聽嘅。你將嗰啲你寫翻落去，咁咪 OK 咯。最緊要你證明到你唔係影響國家安全，唔係影響地域，即係唔係影響加拿大安全咧。咁正常嚟講，佢都會俾翻你嘅，放心。請問我現在沒有畢業證書，只有 transcript 上有寫明完課程嘅日子啊，是否可以申請做WES 學歷認證？梗係做啦，快啲做咗佢先啦，仲等，而家要等幾多個？我哋嗰陣時講緊係等5至7個禮拜咯。咁你做唔做啊 Sharon？ 如果我問你，如果你係呢個 client 嘅話，你會點樣？照做啦。咁梗係啦，咪就係照做咯，係啦。下一個 transcript 寫graduation confirmation 係6月啊 confirmation 係11月，證書齋係寫11月 confer degree 啊 ，RCC 會計邊一日係畢業日期？最緊要咧就梗係計 confer 嗰一日 ，confirm 即係咧佢俾嗰張證書嚟咁樣嘅，即係11月。係啊，11月唔係6月啊嚇，11月。11月好。
咁申請study permit 10年報10年工作經驗啊？請問如長期有做全職工作啊，另外做兼職或者零工即係散工啊，炒散有現金糧不報稅，也有入戶口有報稅，這類工作十分不穩定，每次都做一次乾次咩散收，請問點報好？呢啲好危險啊，係嘛？我諗唔係危險嘅，我哋成日都講而家好多朋友咧，其實已經唔係淨係做一份工噶嘛。我成日講一個 term slasher 啊嘛，即係可能你一個人又係 KOL， 然後又係我又可能喺某間公司嗰度，我又做緊某啲，例如做 freelancer， 係啦，即係佢講緊炒散啊呢個用。當係 freelance 咁。係啦，但係如果你係全職嘅話咧，報全職好噶啦，唔該你。就其他嗰就自己就唔使搞咁唔多嘢。好諗咁多嘢，因為你報唔到咁多。係。你報全職，人哋會覺得你合理。OK。因為移民部咧，佢好搞笑嘅，佢會覺得你無端端翻完 full time 撞翻炒散咧，再報埋落去咧，佢會有懷疑你嘅。試過我講一個 case 俾大家聽一聲。試過咧，有一個人咧就係佢全職工作，佢即係翻足40個鐘，然之後咧 weekend 咧走去翻呢一個裝修，點知咧佢去到海關嘅時候，佢嗰陣時申請工作簽證就係正話佢炒散。點解你走去炒散？點解你走去做 part time？即係問好多問題，咁就最後仲麻煩。最後咧係俾人一身蟻，係俾人遞解出境嘅。嗱，所以要小心啊！小心啊嚇，小心啊！呢啲 case 咧係常見，而頭先我講個 case 咧係2020年發生。呢啲 freelance 個好多人都做㗎。係啦，嗱，如果你話全部 freelance 又報咧，就另外嘅一樣嘢啦。即係冇正當冇 full time job，淨係 self-employed。你話我自己又係做 UI/UX designer， 原來我有自己做 KOL， 同我有 run 緊間 marketing event company， 咁你咪可以報㗎。你話嗱，我做緊呢啲嘢，咁其實亦都有朋友嚟問，啱啱先2日有朋友嚟問過我哋點樣報。我話咁到時如果你真係炒散咧，你咧就報你嗰陣時，你嗰啲全職炒散咧，咪1、2、3咪真係報晒出嚟咯。你寫其實你可以話你 concurrent 嘅。你唔係話1月，你話我2018年到2022年，我係淨係得有啲我18年1月做炒散炒呢樣，2月炒嗰樣，唔係嘅。你可以話我 concurrent 我有咁多，我唔係 full time 啫嘛。OK， 好，最後一條啦，跟住上一集批咗 open work permit 後護照損毀的問題。因為 POE letter 表示 if you obtain a new passport before XXX 年，幾時候 you will need to apply for a new ETA。請問帶同新舊護照？喂，咁你梗係要攞 ETA 啦，你攞完 ETA 你記住攞埋，然後就拎埋封信一齊。你最緊要最緊要如果你要帶護照咧，唔該你。你嗰個舊護照唔該你一定 make sure 你係剪晒，即係剪個角係冇，咁你先帶埋過嚟 OK。但係你唔該你 OWP 護照損毀咧POE， 咁你當然啦，你係如果你話你真係長期入境嘅，咁你梗係要啦。另外你要攞咗新護照之後，你一定係要，因為你攞咗護照之後，你係要同翻佢講翻咯。同 RCC 喂，我有本身護照，因為你護照損毀咗，其實你要填 form 㗎。我上嗰集已經講咗話要填 form 㗎啦，唔該，呢個唔該你都係要同佢，你當然啦，你都要話翻俾移民部聽。OK， 好啦，今集咧，我哋咧就講到咁多先。但係咧，我都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呢個 express entry 啊。唉，我真係 express entry 而家 launch 咗嗰個 number 係幾多？557，我真係想鬧爆移民部，仲有收人收得咁少，收咗1500人。我話移民部其實點解啦？係咪？不如講少少啦，不如好係啦，好簡單。
自從移民部長 Sean Fraser 宣布喺6月尾宣布可以大家預備定申請 Express Entry 或者路開翻之前咧，咁喺嗰2個禮拜咧就有多2萬人入表，咁然後咧就而家嗰個咁變咗咧，佢成個 pool 裏邊咧就多咗好，琴日嘅事係琴日嘅事，就多咗好多人入表，多咗2萬幾人入咗表，咁而家成個 pool 咧，大家等抽獎就20幾萬人、22萬人到，咁最後咧佢就話：唉，我抽少少啦，我抽1500個，咁1500個連1% 都唔夠搶。咁佢抽出嚟，我哋大家都話 it is a joke， 即係咧其實我覺得係對於啲申請者，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公平兼可憐啦，我都頂，我真係想頂呢一個嘅移民部，我話離晒譜，唔緊要，佢依個禮拜抽得佢因為太多人嘅緣故咧，所以抽到係557分，但係佢個分應該平時 average 470。最高我見過480個人上，我最嗰陣時係480係幾時咧？2020年嘅時候，但 otherwise 咧其實係唔會咁樣噶咯。因為可能積埋2年都冇呢個 express entry，冇錯啦，所以一嚟就變咗500幾，咁所以可能要亦都太多人有好 well qualified， 太多人太叻啦，咁同埋咧仲有，因為今次咧係佢叫做咧佢係。一次過全部人一齊抽，即係佢冇你係有咩特別提名啊點樣，咁變咗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如果你係攞到省提名已經有多咗600分啦，如果你係做啲僱主擔保提名又多50分啦，如果你自己係 business owner 老闆嘅話，你又多200分啦，咁呢啲分數加埋，咪令到你成個整體個分數推高晒咯，Sharon 係咪啊？咁佢今次抽咪變咗抽咗，其實佢話佢冇分 program 嘅時候，就抽晒嗰啲好高分嗰啲人啦，佢唔理你咩 program 啊嘛。係啦，好啊。咁係咁多先啊，大家。咁如果你哋有咩問題咧，可以 submit 翻我哋喺 Telegram 嘅苦主谷啦嘅Google Form 嘅。係啦。咁如果真係有啲咩大問題嘅咧，就可能喺我哋 description 下低咧有翻個 chat now 嘅，咁你 click 翻去就book 翻我哋個15分鐘免費嘅諮詢咁樣啦。咁係咁多先。係啦，拜拜。